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经文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11章15到19节，在这里讲到耶稣他洁净圣殿。圣殿呢，它原来的结构是从里面开始算的话，至圣所、圣所、女院、以色列院、外邦人院。它大概有这些结构，让不同样身份的人，他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向上帝来祷告，向上帝来敬拜。可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却看到，耶稣他进到这个地方，却是先推翻了这些摊子，而且把人都赶了出去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其实耶稣他推翻这些摊子的地方，就是外邦人院。在当时呢，如果这些人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来献祭，他们需要先兑换这个钱币，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自己平常使用的钱币来献祭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上面印有这个统治者的肖像。这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觉得这是对，如果献给上帝是一个大不敬、大大亵渎的行为，所以他们会换成圣殿特制的银币。所以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，就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交易。这对耶稣来讲是非常不 OK 的，因为他有讲到在今天的经文，圣殿应该是万民来祷告的殿，却成为了一个交易的场所。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是贼窝。为什么说到贼窝呢？其实当时很多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是空手而来，用买卖的方式，因为可能长途跋涉没有办法自己牵着自己家的牛啊、羊啊、什么鸽子来献祭，何况那时候他们要献祭之前，祭司是要先检查这些祭物是不是合格的，是不是合乎标准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可能在贩卖这些祭物的时候，他们是可以自己来喊这个价钱，或者是祭司也可以在这当中有来谋取一些利益。而且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经文在18节继续讲到，当耶稣这样讲之后，这些祭司长还有这些经学教师可能是更小灯羞气，他们听到这个话反而是更生气，要杀害耶稣，是不是被说中了？在今天的教会当中，我们真的也要来思考，我们是不是有保留或者是为外邦人预备空间，不管是看得到硬体的空间，还是那个心理的空间。我们换成现在的话来讲，是我们为这些社区，或者是为了我们的家庭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我们是不是有预留那个空间，让他们可以来敬拜上帝，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上帝？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特别在台湾，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，或是他没有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求神让我们像耶稣一样有这样的眼光，不要让外邦人院成为一个买卖跟交易的地方，而是让外邦人院透过这些人，他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外邦人他们来的时候是能够来敬拜上帝，是能够来祷告，是有机会来接触福音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向你来感谢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一起在主你福音的恩典里有份。但我们也要为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主的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生活中都愿意为他们来预留空间，邀请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主啊，很多时候可能最阻挡福音传递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里面来反省，让人能够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不再轻忽这些空间，这些外邦人可以认识你的机会。主啊，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在今天一天，透过我们今天一天所行，我们就成为这些还没听过福音的人，还没听过福音的外邦人的见证。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在今天一天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